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好食的东西。韩国有好食的东西，当天片哦，其迄也配嘅那种点心嘛，鸡卵糕类的这种点心类的东西。但是想到按用烘焙类嘅，按用嘅点心，大家一开始可能想到讲哦，系用面粉做嘅，啊，不过今日唔係哦，今日系用米做嘅哦，所以就是流行让它轻食行嘅嘛个无麸质嘅按用嘅烘焙嘅东西，我同大家来分享。韩国也加到唔单枪有做，也到米嘅加工嘅，也到点心以外，还没有去加来做米哦。实在来分享，今日嘅节目底都有请到嘅来宾系啊两公婆，先分享王正豪，韩国and我们的雪晨姐分享两位。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黄正豪，大家好，我是赵雪晨，很高兴来这里分享我们做的米点心。哦，分享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有听说这个阿豪阿豪哥，也妈妈是台中这片呢大埔腔的客家人，对不对？不会讲哎。对，结果我不会讲。我知道了，因为太严重，都要讲秘密，对不对？对，就是我妈妈跟。就是我舅舅他们用客家话聊天，对啊，只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就会听他们讲，可是自己不会讲。但听说有恶补一句。对，我们要恶补一句这样子。哪一句？叫那个就是谢谢，叫多兰。多兰。多兰。好，太普穷哦，给乡亲朋友来同他分享。不过加的呀，他也不是住在台中，是住到宜兰这边。是。然后在宜兰这边有种米，然后有做我们讲的这些米谷粉做的点心跟烘焙这样子。对。但是前一阵子可能大家在饮食上面有特别的注重，有些人可能就是比如说会有麸质过敏的状况，就特别想说，我要找无麸质的小点心给小朋友吃，可能小朋友皮肤状况不好或身体状况不好，会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呢，一开始就知道我的直觉就是哇，那一定是因为2位或者是2位小孩，还是说家人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你们才会想要做这种无麸质的用米谷粉的烘焙。结果完全不是这样，对不对？对，应该是说，其实我是因为当初我是当初是想来宜兰是种米，那之后来发觉种米就变成，因为我们是可能第1年种米，可能人家都说新手运比较好，所以其实我们第1年其实变成，其实我们的米是算盛产的，盛产到对太多，然后变成我们卖其实没有卖到这么好，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其实你米那么多。对，那所以说我们就会是想说，因为其实我跟雪晨之前就是我们在还没转行前，其实我们喜欢玩烘焙，那我们就喜欢了。对，那我们就是那不然就是用米来试着做烘焙，来就是开始走这条路这样。太奇妙了，因为一般你就应该不是这个路线，就是想到做米烘焙，感觉就是有一些需求啊，才想要来做米烘焙。但假的唔黑，而且刚刚那个阿豪很谦虚，还讲说什么新手运。其实我们节目啊，Food Hero Area 的节目，其实访问了非常多青农返乡，然后他们都会分享他们的故事。很多人都是回去种超失败，第1年都超惨，收成超不好，因为可能都会有一些年轻人自己的理念啊，可能希望可以用一些友善种植的方法，然后跟长辈流传下来的方法完全没共样，然后第1年、第2年、第3年都超辛苦。就我们今天阿豪不一样，第1年当然也是有花了一些努力，所以经营的很不错，对，结果导致于这个米的产量过剩，于是就开始想办法要来研发说，我要怎么来拿这个米谷粉。来运用来做烘焙。对。那一开始在实验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实验是他先开始。真的。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就是喜欢玩，那因为当初我们第一次在试着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外面也没有所谓的可以参考食谱嘛。你是大概几年开始做？开始在玩烘焙，其实那时候是之前我们在当上班族的时候就有在玩，然后我们真的在尝试用米谷粉、用米来做的时候，大概就是变成我的务农的隔1年嘛，所以可能是2015对1516的时候开始在尝试，那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那时候很不流行米谷粉，对，那时候还不知道，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反正都是粉嘛，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就是先用面粉的蛋糕食谱，然后只是把里面的材料从面粉直接换成那个米谷粉，
而且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说米谷粉的生粉跟熟粉差那么多，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常有那个什么，尝试那个米亚糊有没有？哦，我第一次是用米亚糊，米麸，对，然后就直接把它当面，就是把它取代面粉直接用。然后所以一般像我们蛋糕不是会像这样蓬蓬的吗？对对对。啊，因为它就其实像米麸，它就是其实熟了，它用到热水不是整个就很稠。对，所以我第一次那个蛋糕是整个没有发起来，就变成是一片那样子，硬邦邦。我说都是没有发起来的发糕，对，印象很深刻。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它是要用生米去磨粉。哦，对，所以才意外的发现，哦，原来那样子是不行的，用米麸粉来做取代取代面粉来做烘焙是不行的，所以后来才知道是用米。但是我觉得用米谷粉应该也是不是很容易，在没有现成的食谱的状态。对，因为我们后来在尝试的时候就有发觉说，我们一开始都是先用面粉的食谱去试嘛，然后就发觉，其实米谷粉本身它的特性，它的吸油跟吸水是跟面粉不一样的。你不要说米跟面不一样，就算面粉不同牌子的吸水度也都不同，对，都不一样。所以就自己实验。对，我们就开始去试说可能原本的比例说，这样子可能因为米的吸油率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如果用一样的比例下去，会发觉，我们烤出来的东西其实油会流出来。对，然后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它的油就可以少点。哇。对，然后它的吸水率其实会比面粉来得好，所以我们的水分就可以用稍微少一点这样子。所以就是经过了很多次的尝试，老师验，他给我们也没有带来很多东西。现场做当就有看到很可爱的这个你们叫米谷卷，对，这个成品看起来就是像那种蛋糕卷、毛巾卷的那种感觉，可以就懂顶一下，很好吃。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米谷卷，它是什么口味的？哦，它是金枣。哦，金枣就是宜兰的名产，对不对？因为我们金枣的话，我们宜兰是很有名。那我们希望说，把宜兰在地的水果或者是他们盛产的东西来搭配我们的米谷粉来做，就推广，这样会对我们就是在地食物推广会比较好。对，我们也不用太多地方的运费那么高，就是运输的时间长，又那个增加就是太多里程的碳的排量，就是最主要是这一些。很好吃而且我完全吃不出来它跟面粉的差别，跟面粉做的差别，表示说。你要第一次你们工厂在实验的过程，在测试的过程，已经找到了怎么使用这个米谷粉，把它变成甜点的这个，已经掌握非常精准的这个比例。然后我刚刚吃我刚刚其实是没有直接吃到荆棘的，但是我的蛋糕卷里面全部都弥漫着那个荆棘的香味。对，我们金枣的话，我们好好吃要先制作成果酱，然后我再做成它的那个里面米谷卷的里面的酱，那个可丽姆酱。对那因为你在制作那个金枣果酱之前，我们会先杀青，就是用盐然后去搓揉它，让它把它的涩味去掉不然你会吃到那个精油味又苦苦的，很不好吃。我怎么觉得很像在说我们哈嘎尼，我们客家人也有那个吉酱，对，只是我们是咸的，然后一样，其实因为我们也有用椭圆形的那一种金枣做吉酱，对，然后也是一样要经过这个杀青的动作，但是有一些没有处理好，你就会真的会吃到苦苦的这个吉酱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完全就只有这个金枣的香气。它不会有苦涩的味道。对，籽也要去掉。连籽都要去掉。不然你吃到太麻烦了吧？不行，那个你如果在吃点心，你不希望吃到有一个卡卡的那个感觉。你点心就是吃下去是顺口的，所以我们籽也要给它去掉，这样它才不会让你吃到那种渣渣，感觉你不是在吃点心，感觉又还要辟掉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其实连光是这个金枣的这个馅料跟这个煮的这个金枣都是雪橙姐做的，对，自己做的，从头到尾，对，很多工所以后来像这样子的这个蛋糕卷是雪橙姐在后续在进行的，对，就是一开始等于说阿豪哥你就研发开发完之后，雪橙姐就主要现在都他在做改良。所以现在就是一起搭配进行。对，没错。
真的，东山气候，你看呀，两公婆，转到宜兰哦，啊，开始种东西，结果没想到，哎呦，种米种到暗后，哎，又开发咧，啊用米谷粉来做呀的点心嘛，做烘焙呀的，还有当到故事啊，很多都有一种他要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有一對兩公婆家都轉到誒家鄉宜蘭哦，開始來種米，啊，叫種啊，又開始來做呀，用米作為點心，剛剛有吃到這個米谷卷。对，用这个宜兰的金枣来做的，很好吃，很特别。对，所以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品牌。现在台湾人超喜欢玩谐音梗，夹娃娃听叫假鬼假怪。你们的品牌名称也是谐音梗，对不对？是，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就是因为。我老婆就是我不家的老板嘛，就她因为她叫雪橙，好，那我们讲到，因为她就用橙这个字嘛，好，那其实因为我们主要就做食物，那我讲到，那我们就叫诚实，对，食物的食，那就是就是谐音梗的关键就是诚实嘛，诚实也是诚实，对，那我们想说，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原料开始在种植，我们从种米开始，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从种植面开始，生产面开始，然后一直到加工的这一段，好，我们都是可以用诚实透明的态度，让就是喜爱我们的人啊，支持我们的朋友，知道说我们这一路是怎么来的。对，也是带着理念，因为其实两位也是这个青年返乡，回到自己的故乡，是爸爸的故乡，对不对？阿豪爸爸的家里。但你们小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在宜兰长大。对，基本上我们是在台北长大，啊，就是只有寒暑假啦、过年过节，我们会回宜兰这样子。哦，那真的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张伟兄都讲会转去家乡生活，过按用给务农的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其实我觉得，家的没真正懂用心，很用心来制作，所以才有今天的成果。我今天有看到一烘东西，让我觉得很特别。是凤梨酥，太搞听众秀讲凤梨酥就到处都有啊，有什么好讲的？但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宜兰有自己的土凤梨，对，而且阿豪哥还有自己种。对，哦，对，因为其实一般大家可能对于凤梨的印象都是在中南部嘛，像台南啊，对，台南关庙啊，嘉义民雄的，对，那其实像我们凤梨，其实台湾最北部的产区就是在我们的宜兰圆山。真的不知道，对，而且我们的话就是，而且我们种的是土凤梨。土凤梨它是这个品种是可以直接吃的吗？小颗而已。对，它其实凤梨不大，然后最主要是因为一般其实土凤梨大家对它印象就是它很酸，所以说我们可能大家都是用来做加工，做成加工用。那其实像我们如果宜兰，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宜兰玩的话，我们大概从6月的中旬一直到8月的中旬这段时间的凤梨的话是。我觉得可以直接吃，是可以直接吃的，它可以直接当水果吃，而且我觉得它除了酸甜比较适当之外，我自己个人觉得它是有一个蜜香味。你讲到我都在流口水。对，你可以试试看。没有，就是因为我在想到现在的水果推法那购置其实懂甜，就是都很多很甜，当然甜的也很好吃。那有些人真的会喜欢带点有点酸甜口感这样子的凤梨的味道。哦，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用米谷粉做的凤梨酥，然后就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一支土凤梨这个品种来做的。对，没错。好，我来试试看。凤梨味很浓吗？对，凤梨味很浓，而且你们的那个皮超级薄，馅超级多，但是不会很甜。因为对，因为以前吃凤梨酥会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很多都是冬瓜馅，那个就是比较偏甜一点。但这个它的酸甜的比例好好哦，而且我觉得里面内馅吃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哎。你会觉得它凤梨的味道很浓很浓厚，因为真的是它。因为麸质过敏的人是连麦芽都不能吃啊，你在熬的时间就会拉长啊，所以我们那个熬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不能太快，如果太快的话会焦掉，整波就要丢掉了。对。因为
我吃，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凤梨馅完全不粘牙，就是因为没有放麦芽。原来这个麦芽是会让肤质过敏的人也不能吃，对，所以你们就干脆全部都不要有，对，连麦芽都不要放，对，就等于说你这个凤梨要煮超级久。对，那个要时间就真的要久一点，不然它真的是，而且你最后的火也是真的不能大，因为你越大的话，整个就是焦掉了，就会苦掉。对，而且这个米谷粉做的饼皮，我觉得不一样吧，很不油，但是它好像又更酥了一点点。对，就是通常你在外面吃到的传统凤梨酥，你要酥的话就一定会很油。但是这个是酥的，但是不会油哎，所以这也是米谷粉的特性。对，因为本身它米谷粉的特性就是它的吸油率会比面粉来的低。好，所以说变成说，我们再举一个例来讲好了。假设说，我们一般可能做这个凤梨酥，我可能用面粉制的。假设我可能要用100公克的奶油的话，我们这次用米谷粉做的话，大概只要90到85克左右。它大概吸油率，对它吸油率大概就85%到90%左右的吸油率，所以它的油可以用的比较少。就比较稍微没那么饱。对，所以变成我们因为最后我们要把点心吃到肚子里面嘛，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油摄取的就是比较稍微少一点，好让自己负担没那么重。刚刚好这个米的特性，所以可以这样子操作就对了。哦，按用清口哦，还跟我们南腔按的哦。刚刚妹蜈蚣都一定要用转豆腐卡，就是回到宜兰来，就是决定要务农是这个转折点，因为其实2位以前都没有在宜兰生活，学春姐以前听说是嘉义人，对，我是嘉义。对，我很好奇2位怎么会想要回到宜兰，因为本来也是有很好的工作，但决定要放下。原因在于他。对，主要是因为说，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没有务农前，我是在那个电信业工作嘛。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话，因为我的工作是属于比较在机房里面，所以说我们是属于上班制的。对，那所以因为以前就常常日夜颠倒啊，就是可能会轮大夜班。那久了之后就发觉，自己感觉自己身体有点不太对劲。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公司不是都做定期做健康检查嘛，然后就一直看到自己的数值就是怪怪的。好，那我们就去医院看，我们的血糖部分就是不是很好，然后医生就会建议我说，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年轻的，大概30多岁，然后他就会建议我说，那你要不考虑换个跑道之类的。对，直接做这个建议，对，他就建议我去换个跑道。那因为那时候医生也是建议我说，最好找那种什么时间稳定啊，最好可以流汗啦。对，他说以前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常常不是在念那个国语课本嘛，对，不是什么锄禾日当午，然后汗滴禾下土，对，所以我们在想那就是农夫就是那种白天工作嘛，晚上就可以回家睡觉之类的，对，然后又可以流汗，我觉得这样子好像还不错，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喜欢大自然。对，那我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是朝着就是当个农夫试试看。太厉害了，然后学生姐就一起。他先去学习。先学习。他先学习，他先去台南那边，去那个农改场学习那个有机的种植。对，他先去学，然后我还是继续先上班。等到他来宜兰，因为原本是在台南有稍微去跟就是农友一起合作去共耕那一部分，可是因为我们距离太远了，那时候我们住桃园，那如果临时我这边有事情，他没办法回来。对，他后来是回来，原本在桃园要找地种，但是没办法找不到。那他就是回到他阿公的故乡。对，原来是这样，而且也是用比较友善的方法来耕作，也是希望对自己的健康好。对，因为当初我这是因为身体的健康考量嘛，那我就希望说，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其实我也是希望说多重视土地的健康。对，所以我们想说，所以一开始我们投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有机友善的方式在做耕作。所以现在已经转到宜兰，回到宜兰，然后10年了，耕耘10年的成绩，恭喜恭喜！10年不容易。然后，但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毕竟共来笋红跟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3个品种，你们自己种的3个品种。对。因为像一般我们可能常听到吃米，我们常常听到什么蓬莱米、再来米。几号鲜米粳米？对，那其实像我们的米刚好3个品种，就刚好就变成我的粳米，那品种叫做高雄147。对，那简单来说，它这种米的特色就是它是有芋头香味的寿司米。对，所以像一般我们白米饭不是本来热的白米饭就很好吃嘛？对。可是它就是凉了之后，它更 Q 更有口感。
哦，对，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的糙米，我们种的是长米。可是人家不就是一个米，我就皮不要去那么多，它就是糙米，就是糙米啦。是啊，对。可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既然我要种嘛，我就要觉得，我就要把这个米的品种的特性发挥出来。哦，对，就是我要把它最好的一面给我的朋友一起分享。那它的这个糙米好在哪里？我们那个糙米的品种是它的品种叫台中鲜食号。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是软糙米。它的米汤是软的，所以像我们一般是不是煮糙米饭要泡水？对对对，对，它不用泡。我很常来不及泡水，就干脆不煮糙米了。对，它是可以直接煮，而且它的糙米因为它的米糠层是比较松散的，所以好处是变成它就可以直接煮之外，它的口感它的应该是所有糙米饭里面就是最柔软的。对。我这个好像真的会吸引我因为我感觉会懂家煮饭的时间啦，我就是回家要煮饭啊，我就是没有泡到米嘛，白米不泡还 OK， 糙米不泡就真的不行。对，所以这一支是可以不用泡。对，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不用泡就可以直接煮。然后还有一支，对，中间那款就是紫米。对，那其实紫米的话，我是因为喜欢就是我不知道你平常有没有去过那个什么，就是早餐不是有吃那个紫米饭团啊？对对，对，它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香味对，那其实啪的口感。对，那我自己就很喜欢它那个香味。然后再来就是说，为什么会种这3个品种，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其实我们米简单来分，就是我们有分所谓的圆米、长米跟糯米。刚好我就是把这3个品种是各挑一个我喜欢的，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每种品种的不同的特点，然后运用在我们的烘焙里面，还可以运用在烘焙里面哦。时间都我们大家讲一些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再跟继续从海搞分享喽。福气来咧，我係從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堆啊兩公婆。我覺得2位真的太厲害了，就是為了自己的身體健康，追求自己嘅理念，然後到宜蘭，然後開始展開一個完全沒有接觸過的領域。對不對？對，跟過去專業都沒有關係吧，不管是務農還是烘焙，都沒有關係。對，然後都要他堅持10年呢。然後從這個原產品就是原料米，到後來這一些烘焙的產品，全部就會自己處理、自己種、自己經手、自己加工。對，然後有這麼多的東西。那剛剛同大家來分享這個阿豪哥他自己的3種的米的產品，剛剛說原米、長米跟糯米是3種米呀，3種米呀。他這個做米的烘焙做到什麼程度呀？3種米全部都可以拿來做烘焙，對，都有研究出他們的這個方向跟使用方法就對了。對，哇，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泡芙，米泡芙，然後剛剛說我要吃的是紫米的泡芙。它的這個紫色好像在米泡芙上面，它看起來有一點灰灰的了，對不對？它並不會真的很紫，不會，一滴滴，因為它沒有辦法全部都是紫米。哦，對，它還是要搭配白米下去。所以它是混在一起做的。它是混的。但你們還是做了不同的口味的泡芙，對不對？對，有哪一些口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原味，然後椰香紫米就是椰子油。然後原味跟肉桂的話，我們用奧利塔的油，它是芥花籽油。所以然後肉桂的話，我們是用那個西蘭肉桂啊。西蘭肉桂。因為我沒有記品種，不好意思。這個好好吃哦，它吃起來就像它的口感有點像我們平常在常常吃小朋友那個零嘴的那個泡芙的口感。對。但是呢，它吃起來更香更扎實。對，我覺得它吃起來好，咬起來它已經不是泡芙那種甜感了，你反而會想要嚼那個皮的感覺。以前吃泡芙，你好像是要追求它裡面的那個餡料。但現在那個餡料好像不是很重要，我覺得那個泡芙本身就很好吃了。對，那個就你這樣看電視或者是跟同學超香的耶，就很好吃。對，越嚼越香，真的，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喜歡吃米飯，因為我尤其客家人，你知道嗎？客家人超愛吃米飯的。對，然後
就连这样子的米的甜点，我们都可以被收服，真你可以很厉害。对，那除了研发出米泡芙之外，听说前一阵子中秋节半夜班，这个哈嘎你们请好吃，大家都很爱吃月饼。你饼你们也有做用米做的月饼？对，有。这个会很困难吗？还是说你们已经找到一个路线了，就套用上去就可以了？哦，没有，因为我们应该是2、3年前就有在做。那每次做，我就很担心我做不出量，因为我们如果在推的时候，如果推得好的话，量做不出来，我就不喜欢，因为它原本在制作的时候，它米就是没有延展性，很漂亮啊，这个很美啊。对啊，可是它延展性不好啊。那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包馅要给它包成一个圆就好了，就要花很多时间了。所以它整个状况是很难做的。然后是就是糊化。你只要糊化，你再把糊化的那个米谷粉。糊化米谷粉加进去，那就是可以的。它就是有黏一点，不是，它就有一点点延展性。它包起来的话就不会这边东破一块西破一块，这样包不起来，它就包得起来。然后而且在做成模型的时候，你压模，你要给它压成模的时候，它才会成型，也不容易就是压模压下去裂开了，我知道，我其实有用那种，就是那种压模的东西。对，我有做过那个绿豆糕。对。然后那个绿豆糕真的是很不好压，你这样压，你可能就是没有压好，它就变形，或者是就裂开，然后就不能用。我想米一定更困难。对。因为像面粉，我们一般做面粉，我有曾经包过那个小笼包，你知道吗？连面皮我都包不起来，那还已经发过了，然后有高筋的面粉我都包不起来，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说，米是很难包成这个月饼的，所以但没关系，现在做出来了。对。明年的中秋节就可以有机会可以吃到，对不对？就可以就比较 OK 了，不用担心说做不出来。有研究出来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我以前很害怕，爱特别清凉的一种甜点，因为这个甜点我记得来自于西班牙吧，反正是欧洲的甜点，叫米布丁。是。你们也做了米布丁吗？对，我们这里有带来可以这个你们的米布丁看起来不像米布丁看起来像是奶酪。对，应该是说其实。我们的米布丁其实我们就是参考国外的米布丁的一个做法，就是其实他们国外的米布丁我比较像是鲜奶油甜炖饭，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甜的稀饭啊，我没有办法理解，然后就比较浓稠的稀饭嘛。对因为我们自己的印象中是我们的布丁应该是细致的所以我们就试着把我们的米把它磨成米谷粉之后，再来制作成我们的米布丁。好，那这样我有兴趣尝试，可以尝试。你知道我以前就是觉得米布丁呢就是这样可以吸进去，就是很滑顺，那怎么吃起来是有颗粒的？你要知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可以就没爱送工给这种布丁。好，所以今天这个正豪哥跟雪晨姐带来的米布丁是滑顺的他们有用自己的是用米谷粉做的，对，所以就把它变成细致了，已经打细了但是这个绿色是抹茶吗？不是，它是刺葱，对。一种这个，它算是原住民常使用的一种香料作物。对，然后它的叶子，我自己觉得它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柠檬香。没错。对，所以像有时候在市场客人问他说刺葱，他就说是葱吗？是咸的布丁吗？我们都说没有，它其实是个很特殊的香味，很香对，可以尝尝看。真的用皮叶，而且这真的好有特色哦。用闻的很像这是一罐芳香蜡烛，你知道吗？真的很香。好，我决定要来试试看。真的超级软。对。真的很像奶酪我有感觉到了哈。好好吃哦。谢谢。这个我喜欢。这个也是你们自己想的，做这样子的滑顺感的米布丁。对，而且像我们的原料，因为我们就是想说，希望说是把我们宜兰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农产品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烘焙来，然后可以营造出一个我们自己属于宜兰在地的特色。太好吃了，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很惊艳吧？对。米葱暗涌跟刺葱，应该不是西部客家人熟悉的食材。
我有听过台东的，就是客家乡亲有跟原住民比较有交集的一些客家乡亲，他都没有用那种给刺葱来做料理，但是都是咸食。对，我没有吃过拿刺葱做甜食的耶。对，真的，因为之前跟他有一次去百事集，那一个比较那个中年人的那个妈妈来买，她就是说这个好吃吗？我说很好吃，而且它是就是柠檬香味。他说他买一个去吃，吃完之后就又回来，马上买了。而且它奶香的，对，好好吃。原来刺葱竟然可以做成甜点，而且米布丁竟然这么好吃。今天我真的是很意外，完全打破了爱头白对于这个米布丁的这个不好的观感。谢谢你们啊，帮米布丁在我脑袋里面洗白了。对，那其实这个阿豪哥跟雪橙姐，你们2位也非常非常的有幸，七嘎第一宜兰这样子，种东西种米种了几年，还找了一些跟自己一样都是农友的朋友们，自己组成了一个团体，对不对？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发觉说，像我在宜兰，我们大概已经种了，就是自己跟做自己销售大概10年的时间了嘛。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在地的小农也都过这些时间，那我们就都会知道，其实我们如果自己单打独斗，其实是会有个门槛在那边。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大家我们的起源是应该在于说，因为我们在耕作的时候就是属于比较劳务密集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农友本来就会互相支援。就是今天你的田需要插秧，需要帮手，好，我们就过去。今天换我的，那就大家来帮我们。好棒哦！所以我们就大概因为这样因缘际会下，我们就总共有5个人，我们就总共结合起来，然后成立了一个80店谷仓。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结合我们小农的力量，不单单只是把我们的米这样子种植出来之后，我们希望可以把整个一些稻米的，不管是文化也好，或者是一些实际的生产面也好，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一些像食农教育活动，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米除了种植之外，我们也可以拿来做成点心，我们可以带活动，让大家更了解其实台湾的土地其实可以做出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对，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吸引人。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想要报名的话，他们应该要搜寻什么关键字？可以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搜寻一个叫80店谷仓。80店，店就是佃农的佃。对，那因为我们为什么取名80店谷仓的原因，也是因为本身我的耕作地区是在我们圆山的大湖地区。那我们大湖的古地名就叫做80店。也很有意义耶，就把自己这个土地这一块土地的名字就把它拿来沿用。对，那我们希望说，也是有一个像传承的一种感觉，希望说我们希望把古时候的80店的这个名字，然后透过我们现在我们小农的一些不同的发想，我们希望可以继续让它延迟下去，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80店大湖地区的一个。就是那个山光水色，很棒哎！而且其实豆芽节目播出了亚夫君呢，我们节目在12月中播出嘛，后续其实刚好有遇到这个摆摊的时间，对不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啊，对，像刚我就是12月下旬，像我们28号，我就刚好在那个台北市的那个客家主题公园，客家主题公园，我们那边我们在那边就是那边就是固定每个礼拜6会有个水花园有机农夫市集，对，那我们会在那边摆摊。12月28号，对，然后29号到我会在坪林老街，在坪林老街，渡后就是都来台北，对，就是我们都会带着我们我们的一些米烘焙产品跟各位朋友分享。12月21、22在宜兰也有。对，我们在宜兰的话，在那个化龙一村，那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宜兰在地的，它其实在新月广场旁边的一个聚落村庄，那它那边现在就变成有一个比较属于在地型的小农市集。对，那我也会在那边。对，哇，真的，因为一堂这个正豪哥跟雪橙姐分享懂，才知道原来米可以做这么多事情，不是只是单纯的生饭这样子而已，对不对？所以台港真营2的厚厚支持你台湾的在地的小农，今天谢谢我们的阿豪哥跟雪橙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天司机条件，观众朋友跟实况休息下，更好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术轻站，韩国客家天使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轻站听嘅韩国亚样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